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年寒天温度特别寒人，大家都爱穿较烧热的，才袂风邪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读做邪，嘶哑邪第5条。邪代表讲是无正当、无正派，咱讲邪气，邪不到正。另外，这个邪嘛有迷乱的意思，像咱讲唔通互伊邪气，意思就是讲唔通互伊迷气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风邪，较早认为讲是为外口来的风寒，因为湿热侵害到咱的身体，引起到各种的症头。一般就是咱现代讲的感冒、伤风去寒到。第2个词读做邪恶，代表是邪魔作恶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问神对唔对，看先生就食药。咱人无多挂无事牌，假使讲万不利，若是风邪引起身体无爽快，都爱赶紧去互有牌医生看，千万唔通去做邪恶无牌请卡医生，若无了钱无大劲，又搁拍歹身体，安尼就搁较袂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邪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